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谁能救救我？谁能救救我？结束了吗？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中，不是人生中的每一次都会真的有人来救你。不过这话对于一个男孩来说，是不是太过于严厉了？你是谁？我暂时还叫谢看花。把你的手给我。和我一样，适合用剑。他们死了吗？我不喜欢杀人，只不过是废了他们的武功。你替我举伞，我背着你。会弄脏你的衣服。不妨的。衣服脏了很难洗的。我有很多的白衣服啊，行走江湖难免惹上尘埃，可是白衣不能改，所以便常换常新。为什么白衣服不能改？因为方便泡妞啊。泡妞是什么？以后你跟着我生活，自然也要像我一样，白衣胜雪，风度翩翩。你以后就叫苏白衣吧。我叫陈三彩。你姓苏。苏？死而复生，谓之苏。有个死人都想活转过来看他一眼的大美女，她就姓这个苏。还有个到死心如铁的大丈夫，也姓这个苏。你今日有死复生，正是老天让你姓苏。再加上姓谢的师傅，日后想不出人头地都难呐。姓谢的师傅？我呀。我爹娘呢？等你长大了，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师傅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师傅给你唱首歌吧。愁眸舒心，三星在天，今夕何夕见此两人